位，而家係抉擇嘅時候啦。我哋和平佔中會喺5月6號辦我哋嘅第3次嘅商討日。咁喺嗰次裏邊咧，我哋希望可以喺國際專家評定嘅15個符合國際標準嘅普選方案裏邊咧，揀出3個，然後咧就會喺6月22號咧交俾全民投票咧，係為我哋佔中係揀出一個普選方案嘅。有啲人批評我哋呢一個過程係一個篩選嘅過程，係簡直係一個假普選。嗱，我希望借呢個機會咧，係同大家解釋一下嘅。第一樣嘢，我哋呢一次嘅投票目的，其實係為佔中揀一個方案。佔中嘅方向目標係乜嘢咧？就係要爭取一個符合國際標準嘅普選啊嘛。咁所以我哋交俾市民去到進行商討同埋進行投票嘅方案，一定要符合呢個底線。嗱，就好似特首嘅選舉一樣，要40歲中國公民，呢啲都係啲最基本嘅要求嚟嘅。嗱，第二樣嘢，我哋為咗希望俾市民有真正嘅選擇，即使呢一次我哋係要選出3個方案都好啦，每人只能夠1人投1票嘅。我哋避免就1人投3票呢一種嘅所謂全票制咧，會造成咗壟斷嘅結果嘅。譬如話，如果有啲人佢哋到時候支持係某一類型嘅方案嘅，佢哋出席超過一半嘅話咧，佢好容易就可以壟斷咗個投票結果，選晒3個全部。舉個例子，都係公民提名嘅方案，或者選3個完全冇公民提名㗎，淨係喺度改良呢個提委會嘅方案。嗱，呢啲都唔係我哋希望做到嘅情況嘅。我哋希望能夠提供俾市民係一個更加廣闊嘅選擇。咁如果我哋話反對將來嘅提委會係會話做全票制嘅話，我哋自己都要做得到。第三，如果我哋呢一個投票過程有咩篩選嘅話咧，呢個篩選都係由人民去做嘅篩選，而唔係由我哋佔中三子啲小圈子進行篩選嘅。5月6號，其實任何嘅市民嚟到我哋嘅商討嘅地方裏邊，即場可以簽署嗰個意向書咧，就可以投票啦。嗱，其實咧，我哋如果淨係為佔中揀一個方案嘅話咧，5月6號其實我哋支持者就已經可以選一個方案㗎。不過我哋為咗增加我哋佔中嘅方案嗰種認受性啦，我哋寧願咧就交埋俾市民喺6月22號咧係進行一個咧全民投票嘅。我覺得咁樣做法已經係非常之民主啦。中央一路以來都講話佢要選出一個咧係愛國愛港嘅人。嗱，我哋所反對嘅咧就係話由小圈子去篩選一啲佢哋認為愛國愛港嘅人。我哋覺得最嬲尾一定係要交俾人民去自己做選擇。呢個亦都係我哋呢一次投票嘅精神。